三個情況有兩個情況都唔好噶啦。有一個情況咧，可能捱一陣之後會幾好，但係幾好得嚟咧，原來有更加好嘅選擇。咁所以你仲去唔去買 TLT 咧？翻返去今日嗰個 topic 啦 ，Angle 你今次唔應該買 TLT 嘅原因啦。點解今轉熊市我拎住 TLT 做唔到任何避險㗎？大家不嬲唔係咁講㗎喎，豬死我啦！我拎住啲 QQQ，閒閒地都蝕20%，TLT 0%，what the fuck？ 邊度有避險啊？你知唔知 TLT 其實拎住啲咩先？代表嘅係美國長年期嘅債券，背後嘅當然就係長年期嘅利率。長年期嘅利率會有咩因素影響呢？不外乎嘅就係經濟嘅增長、長期通脹嘅問題、美聯儲加減息、基本面國債供求嘅問題。喺今個週期入邊，基本面國債供求嘅問題、長期通脹嘅問題更加係被凸顯出嚟。嗱，然後就下散1000字。所以今個週期你以為拎住 TLT 就可以一如以往咁樣避險，咁你可能做咗傻豬豬啦。早喺12月19號投資補習班第5個課堂入邊已經分享過成個背後嘅邏輯推論，同你分析咗唔同情況之下 TLT 都唔係一個好選擇。如果你當日有喺課堂入邊，今日你應該一股 TLT 都冇，避開咗今次呢個危機。不過唔緊要，我成日都話投資投將來噶嘛，過咗去有去啦。由今日開始你會點樣選擇呢？投資師並唔係一個速食嘅課程，而係一個同你一齊成長嘅學習過程。除咗一個我喺資產管理行業入邊打滾多年消化出嚟，點樣去理解大環境，點樣去理解市場嘅框架之外，更加有活學活用涵蓋到你每一個投資決定，細至點樣做現金管理，大至點樣買樓好嘅例子。而今次 TLT 只係其中一個投資決定啫，仲未完喎，更加有就係按照你哋每一個人每個個人嘅狀況唔同，同你一齊思考，同你一齊度掂佢嘅1對1。仲等緊咩呢？又等緊下一次抌心口又後悔嘅機會啊！唔信我講嘅嘢，自己去網站試堂咯。新鮮滾熱辣，將呢個付費嘅課堂掉咗上試堂嘅內容入邊啦。而家只需要 DM 我拎個密碼就可以免費上去上6個精選嘅課堂。而如果已經下定咗決心嘅你，投資補習班而家有多人同行嘅優惠，以及1個月嘅冷靜期，你可以有個盤學之餘，又唔使話驚衝動消費啊嘛。喺下邊留言又或者係 DM 我了解更加多啦。希望下次唔好又見到你行冤枉路啦。